新北市淡水的沙仑海堡，互人列做是危险的海域，因为进前有人伫遐渡水死亡。所以即马是拢禁止人去遐耍水的。毋过因为即马坐轻铁真方便，会当到遐，所以假日时啊嘛是有真侪民众会去遐佚佗。民代就表示，即马要看到不如就合法来甲伊重新启用，加强管理。新北市府表示，会阁启动四季的海象评估，1年后看结果才阁来决定。明明就是禁止水域游客活动的区域，不过也是有人落去水的。救生员是一个过远，请因离开。新北市沙仑海域是北海岸唯一坐轻轨就能到的海沙堡，若是假日时阵，拢有真侪人来遮耍。新北市政府甲民间的工协会合作，伫当地巡逻甲驻点警戒，民众袂硬落去水的耍，会当伫咧海沙堡活动，不过也是有人违规。现况是有那个淡水救生协会，他们就是只能去劝导说不要下水，已经是有点本末倒置了。就说你一个轻轨到达的地方，你还在做危险海域。多一个海边当然是很好，但是安全设施的话，如果做得很齐全的话，我应该是很乐意的。海水浴场那海边那么宽那么大，比较很难，就算有救生员也没办法完全顾到。沙仑海域伫咧1802年发生渡水的事件了后，新北市政府自1802年开始公告，当地禁止水上活动。新北市政府证实，伫最近确实有收到真侪希望会当重新开放沙仑海沙堡，抑个水上活动的意见。而且当地附近就是渔人码头甲红毛城这款淡水真有名的景点，以后若串联起来做做沙仑文创园区，会当吸引更较侪观光客。但是为了确保安全，将会进行四季评估，委托专业评估四季嘛，春夏秋冬整个海象、潮汐呀有没有暗流等等，这个都要调查，所以要有一定的期程。新北市政府讲，伫咧过去进行过冬季海象评估，捌发现当地有暗流，为了振兴，将会进行1年的四季评估，结果看结果，伫咧安全会当控制情形之下，定出管理的机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